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毒多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热人就是爱食冰啦。最近天气愈来愈烧热，这种天气就是爱来去食串冰。恁看，咱叫的八宝冰，内底有红豆、澳油、仙草、乌圆，搁有我上爱的粉圆，若是配零茶嘛，足赞的。我介意食绿豆含薏仁，清凉搁退火，热天食上适配。拄则伫路里看到一间新开的冰店，装塔甲足古锥，生意搁足好呢。无怪哦，较早这间传统冰店生意真好，即马人客煞变遮少。敢会是因卖的冰较好食？等咱食煞，嘛去看卖咧。阿根规头壳拢咧想食的。你看，这个 ice cream 足古锥的，我来甲你翕相，耶！哇，这的冰拢是 snowman 的造型呢，有足侪无同的口味甲色地。不过你看，安尼一杯的价数，咱伫传统冰店会当食4碗呢。对吼，遮贵松松，搁遮侪人咧排队，敢会是真正足好食？等咧，恁敢无感觉？遮的冷气开甲足冷的，真正是愈来愈寒。恁看遐个人，我的身躯挡袂牢，一直喘，足寒的。遮的 ice cream 一定有问题。把面搁是鸟鼠头家。我看到啊，迄只穿 snowman 红仔衫的，就是鸟鼠头家。哈！竟然互恁认出来啊！可恶的料理救援队！你伫 ice cream 变啥网？是安怎遮侪人抢要食？哼！即马人若看翕起来水水的，就家己牵我来，免我甲因控制。我干那伫 ice cream 内底掺一丝仔快速冷冻的成分，互伊袂扬起，较好翕相。若食落去，就会寒甲屁屁喘，哈哈哈哈！遮的人客遐介意你的店，你煞安尼对待因，实在足超过。嘿，这个好食的料理有香肉的色地，好片的芳气，刷出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，生意食水甜。嘿，金芳拿轮啊烧的八宝汤来互因啉。真嘿，我真正 snowman 的衫卖扬起啊！互鸟车头家用冷冻术攻击的人客，啉过烧落的甜汤，就豆豆啊恢复元气。传统冰店毋但会当食串冰，阁有刷脆烧落的八宝汤，会使讲是大碗阁满钱，实在有够赞啦！一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摊食好料的。